我娘在哪里？我娘在哪里？我娘。小倩，我娘呢？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要保重身体，节哀顺变。娘，你怎么能丢下小倩一个人？娘，是我害死了你。为什么老天爷一定要这样来折磨我？我究竟要怎么做呀？为什么？小倩，你不要再责备自己，或许这都是命运。我自问从未做过伤天害理之事，为什么要我接受这样的命运？你告诉我，为什么？小倩，其实我最近一直在做一个同样的梦，我梦到你和彩晨的前世。我和彩晨大哥的前世。虽然我也不敢肯定，但梦中的两个人和你与彩晨十分的相似。梦中的你们携手并肩，浓情蜜意，真是好一对，神仙眷侣。彩晨大哥，这么说，我和彩晨大哥真的是前世注定的姻缘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怎么样了？你快告诉我！后来，你为了宁采臣，万箭穿心而死。虽然那只不过是我的梦境，未必就是现实，但我们修道之人，多少还是有些慧根。我是怕，这如果真是你们前世结局的话，那么命运的轮回，也许会在今生应验。娘，都怪小倩没有，非但不能手刃仇人来为你报仇，还要委屈你孤孤单单的栖身在这个荒山野岭，养育之恩大于天。可是，小倩都来不及报答你的大恩，还未在你膝下尽孝，娘，我知道你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小欢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妹妹，好好的照顾她。聂伯母，虽然你不能亲眼看见小倩披上嫁衣，但我宁采臣在此对天盟誓，我答应过你的事情，都会一一做到。我会对小倩一心一意，绝不让她再受半点委屈。我也会和她一起孝顺舅舅，
照顾好小环。今天，我们在你坟前磕上3个响头，就当是拜高堂了。娘，你的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手刃黑风，为你和狐族报此血仇。小倩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还是快点走吧。娘，是我害了你，我嫉妒你们只疼姐姐，不疼我。陶剑哥也只爱姐姐，不爱我。娘，我知道错了。是我鬼迷了心窍，才会被黑风所利用。娘，我真的不知道，这样子会害死你呀，娘。如今我已经没有脸祈求你的原谅，但是我发誓，就算是同归于尽，我也一定会杀了黑风，来替你报仇的，娘。姐，你不是已经走了吗？居然是你！说，是不是你向黑风通风报信的？我不是有意的。为什么？娘为你日夜忧心，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力气，才找到了解除的办法。可你为什么去找黑风？你为什么要出卖我们？为什么？姐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真的不知道黑风他会杀死了娘。早知道会这样，我宁可死的是我怎么会去害娘？康，我今天就要替娘亲手教训这个不孝之女。姐，我自知我罪孽深重，就算死100次、1000次也不足弥补。姐，反正我已经没有脸活在这个世上了，你杀了我吧。你动手吧。姐，走。走！你不杀我，
我知道你从小喜欢陶庆可，所以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他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可以让人痴，让人狂。我和陶坚早已成为过眼云烟。至于他接不接受你，你们以后会怎样，那是你们的事，与我再也没有关系。姐，娘是因为你才死的，我到死都不会原谅你。你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，我这个做姐姐的实在无法再容忍你。从今往后，聂小环不再是我的妹妹，与我恩断义绝，再无半点瓜葛。你好自为之。姐，姐。大家不要再悲伤了。当务之急是接下来如何，还是尽快打算才是啊。遭此横劫，众人都心力交瘁，一时之间也难做打算。雪猫大哥，有什么好的提议吗？我想过了，以我们目前的力量，很难和黑风抗衡，所以我打算西进。那里还有我一些地盘，可以继续招兵买马，积攒力量，以图日后东山再起。我也去，我的命是大哥救的，大哥到哪，我也去哪儿。好兄弟，还有我，舅舅，你娘和胡祖都死于黑风之手，血海深仇，不能不报啊！好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不，小倩。你娘生前最大的愿望，就是看到你和彩晨成亲。彩晨，带小倩回你们宁家吧，平平安安的过日子。报仇的事交给舅舅就行了。这怎么行啊？哎，听话。舅舅虽然老了，可还没老的没用呢。舅舅，凡事小心啊。报仇固然重要，但我真的不能再失去亲人了。彩晨呐。小倩，就交给你了。舅舅，请放心，彩晨就算是拼上性命，也会保护小倩周全。说得好，说得好！你们两个苦命的鸳鸯，历经磨难，走到今天这一步不容易。真的很希望你们能够早结良缘，修成正果。记住一句话，好好珍惜眼前人呐。前辈，你是如何打算的？不如和我们一起西进如何？我呢，年事已高，那些打打杀杀的事情，我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。我就准备继续我的云游计划。一路上碰到妖怪呀，我就抓几个漂亮的拿来解解闷儿。啊，如果碰不到妖怪呢，我也就喝喝酒，吃吃肉，一路玩耍，岂不快活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如此也好。我也是，我打算陪着师父一起云游四海。经过这一战，我终于明白“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道理。做子女和晚辈的，如果不能在父母在世的时候尽孝，只能徒留终生的遗憾。我父母过世早，师父就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所以我要跟随着师父，好好的孝顺他。难得你想得这么透彻。好孩子，好孩子，师父没白疼你啊！哎，牛鼻子，你怎么打算的？要不然跟我们一起云游吧，咱俩脾气相投，
酒量也差不多，一路上有你陪我喝酒，我不寂寞了。谢谢前辈，我还没有想好怎么决定。牛鼻子，你心里想什么我都知道啊。什么最后决定？什么最后？人家宁采臣和聂小倩俩人都要成亲了，啊，你还有什么瞎惦记、瞎琢磨的啊？你也应该想想自己的事了，别没事儿总做别人的梦。怎么，舍不得我跟小雨啊？既然舍不得我们，就跟我们走吧。前辈，我是看到黑风他势力越来越庞大，如果让他一统三界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哎呀，你在烦恼，烦恼是没有用的，烦恼既杀不了黑风，也救不了三界。男子汉有远大的理想固然是好事，但是还得量力而行啊。你我都是凡夫俗子，这三界的事，咱又能管得了多少呢？你还不如像我这样，行走江湖，除暴安良，救一个算一个，救两个算上一双的功德，岂不快哉？前辈，你这一番话，令晚辈真是茅塞顿开。哎呀，还茅塞顿开呢！哎，哎呀，你当我只会吃喝打混呐？我老人家虽说没有什么文化，但好歹也是吃了几十年的盐吧？啊，这人世间百姓的疾苦，我也着实是见到了。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靠你这点忧国忧民的烦恼，是根本救不了百姓于水火的。真正有用的，就得靠咱们这双手。好，前辈，我燕赤霞愿跟前辈行走江湖，扶危济困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我早知道你这么爽快，我何必一大堆文绉绉的道理呢？说的我自己都累。哎呀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小雨啊，师傅这下总算是对你有个交代了。好，牛鼻子，你也不想想，你要真不跟我们走，你跟我们家小雨那真的就是相见无期了。前辈，想通了就好，想通了就好。咱们喝酒，喝酒。好，来，来。我知道你要去干嘛，你别傻了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放开我！大不了我就跟他同归于尽嘛。反正我娘亲的仇我是一定要报的，用不着你管我。陶姬，你为什么要拦着我？杀母之仇不共戴天。我娘她生前那么疼爱你，待你像亲生儿子一般。你要是还有半点良心，你就不要拦着我。你以为你这样就报得了仇吗？你只不过是去送死。我不怕，大不了就跟他同归于尽。同归于尽？你也太高估自己了吧？就凭你，恐怕还未净身就已经被我师父打死10次8次了。聂小欢，我早就警告过你，你不要执迷不悟。你有今天的局面，都是你自作自受。我看在你娘亲的份上，救你最后一次。如果你还想死的话，我绝对不拦着。到时候我倒要看看，你有何面目去见你九泉下的娘亲。娘死了，姐姐不要我了，我报不了仇，也回不了家，现在连你也不要我了，为什么？为
为什么我会落到如此田地？这些东西都是你娘生前预备好的，准备你出嫁的时候给你做嫁妆。只可惜，你也不要太难过了。我想，你娘的在天之灵如果得知你和彩琛终成眷属，一定会为你高兴的。这些你都拿去，怎么样也不能委屈了咱闺女呀。你放心，女儿一定会照顾好自己，不像以前那样让娘担心。小倩，到了宁家，一定要循规蹈矩，尊重婆婆，千万不要像在自己家里那样任性。你也长大了，要出嫁了。好，舅舅也替你高兴。舅舅，如今小倩就剩你一个亲人了，我求求你听我一句劝，不要再去打斗。报仇一事我们可以从长计议，现在你还是跟小倩一起回宁家，让小倩和宁大哥侍奉膝下，颐享天年，我们一家人平静地生活在一起，好吗？去！哎呀，小二，我们又来啦！哎，几位客官，里面请。哎，先不忙，赶紧的，把你们家最好的女儿红，还有我们经常吃的菜，给我上来。哎，大叔，我怎么知道你平常爱吃什么菜啊？你怎么？怎么？这儿换老板了？啊，对，换老板了。好，哎，给我来一碟酱牛肉。哦，还有3斤饺子，要爆肚的。就这些啊？哎呦，我说孩子，你怎么说话呢？这些怎么了？不够吗？我点乌龟王八、燕窝鱼翅，你这儿有吗？一碟酱牛肉，3斤饺子。你看这德行，什么玩意儿？好了，前辈，算了。酒来了。师傅。哎，前辈，我给你倒杯酒，消消气啊。哎呀，真是世态炎凉，变化无常啊！没想到咱们这个四方客栈，都已是今非昔比喽。喂，聂老头，人都说人老了以后才会感叹人生，今天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啦？哼，怎么了？也许人年纪大了，就特别多感慨。也许以后我年纪大了，也会这样子。今天这2个人是怎么啦？同声同气，一唱一和的啊！酱牛肉来喽！嘿，2位客官，里面请。好，来点什么？啊，客官。来1斤酒吧。1斤酒啊？啊，好。前辈，稍等啊。这4周都是妖，我们要小心。怕什么？来一个我杀一个，来一对儿我杀一双。言语声要淡定，不要开口便杀杀杀。
哎，燕道长、严姑娘，真的是你们！拜见燕道长、严姑娘。是你们两位啊？哎，你们怎么来这里了？我等都是受了血魔的召唤，前往西边的虎剑愁与其他兄弟们会合的。对，那里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。血魔要重整旗鼓，对抗黑风，我等都是去投奔他的。哦，难怪此处妖族聚集。血魔大哥武功高强，而且他德才兼备，在他的领导下，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东山再起。没错，放眼三界，能够和黑风对抗，就三界于水火之中的，也只有血魔大哥了。我越看你们两个今天越有意思，怎么配合的这么默契呀？简直是夫唱妇随。师傅，夫人，上！娘，我们回来了。殷伯母，小倩给你请安了。还知道回来？孩儿不辞而别，请娘亲责罚。娘，你就别责怪彩珍大哥了，只要人平安回来就好。月容啊，你就是性子太好。好吧，都依你。彩晨，今天看在月容的面子上，我就不罚你了，还不快谢过月容？娘，我们一路奔波，孩儿有些累了，我先带小倩去客房吧。等等，陈管家，偏屋收拾好了吗？收拾好了。好，带小倩姑娘去偏房休息吧。娘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小倩姑娘，你娘的事情我很难过，但是按照规矩，你身负重孝，不宜在正屋居住。我已让陈管家把偏屋收拾妥当，起居用品一应俱全。你如果还有什么需要，就和陈管家说，不要让外人觉得我们宁家待客不周，失了礼数。娘，伯母，小倩明白，劳伯母操心，小倩不胜感激。陈管家，我们走吧。好，这边。小倩，你给我站住！亏你还是个读书人，连点礼数都不懂。你进门这么久了，都没正眼看月容一眼，人家日日为你担心，你却连个谢字都没有。请。小倩姑娘，就是这里。时间仓促，老朽也只能将就啊，要委屈小倩姑娘了。管家言重了，小倩得宁伯母收留，已经感激不尽了。夫人还吩咐，我们宁家在城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，凡事都要循规蹈矩。小倩姑娘是守孝之身，不能出入正屋，也不要随意在府内走动，尤其是家祠那边，万不可靠近。另外，府上的喜庆酒宴，也请小倩姑娘回避。小倩明白。另外，也请小倩姑娘自重，平日里不要与公子过往甚密，以免遭人画饼。陈管家，还麻烦你转告宁伯母，小倩记下了。如此，老朽就告辞了。彩晨，来，你也给列祖列宗上个香。
是。祈求他们的原谅，保佑你来年金榜高中。这往后要修身养性，不许再做荒唐之事，明白吗？娘，孩儿知错了。娘，从今往后，孩儿一定常伴娘亲身边，恪尽孝道。你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娘，现在当着列祖列宗的面，孩儿有一事相求。什么事？你说吧。请娘成全我跟小倩，择日完婚。胡闹！古人云，女子有5不娶：逆家子不娶，乱家子不娶，世有行人不娶，世有恶疾不娶，丧夫长子不娶。小倩她重孝在身，你怎么能娶她？你这不是糊涂了吗？干娘，你先别生气。我想，彩晨大哥可能是一时心急。小倩刚刚经历了丧母之痛，她又怎么会有办喜事的心情呢？彩晨大哥，这件事你问过小倩吗？月容姑娘，我们俩的事就不劳你费心了。你怎么说话呢？你怎么可以对月容这样讲话呢？你可知道，她差点就成了你明媒正娶的妻子。结婚的时候你逃婚，你知道对一个女子是多么羞辱的事吗？她非但没怨你，还处处为你着想，连我这个做母亲的都替你害臊。你好好想想吧。娘，我没事。月容，宁家对不住你啊，你放心，娘一定为你做主。你给我听好了，男人3妻4妾我不反对，但是你要娶聂小倩，你必须风风光光的先把月容娶回来，然后再娶聂小倩。月容为妻，小倩为妾，这个没得商量。娘，小倩，你别担心，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肯定是那个杜月容，不知道她在娘面前嚼了什么舌根子，蛊惑了我娘，我娘才会这么对你。我没事，我真的没事。其实，宁伯母说的也没错，我娘尸骨未寒，我又怎能现在成亲呢？可是我总不能让他们这么欺负你啊！再说了，那个偏屋平时是给门工住的，还放了那么多的杂物，你怎么能够住得惯呢？有什么不习惯的？别看那个地方小，但冬暖夏凉，陈管家收拾得干净。再说了，这一路风餐露宿的，跟那些比起来啊，现在已经真的好多了。吃得饱，穿得暖的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小倩，你就别安慰我了，我知道你心里面很委屈。殷大哥，只要有你在我身边，那就好了，其他的我不在乎。可是这一次，我娘看样子是下定决心了。要不这样吧，我们2个人一起离开。又胡说了！如果我们再走了，宁伯母岂不要恨我一辈子啊？那该怎么办？难道你愿意看着我娶杜月容，你和别人一起来分享一个丈夫吗？小倩，你回来了，来，快坐。你这是？小倩，我知道让你住在这种地方真是委屈你了，可是这也是没有办法。你也知道，宁家在城里是有头有脸的，家规又严，娘这样做也是按规矩办事，还请你不要怪她。不敢，小倩但求有一瓦遮头足矣。还是妹妹气量大，可是我不能看着你受委屈啊！你看，这是一早我吩咐厨房为你准备的，都是你爱吃的，就当做我替宁家为你接风洗尘了。老姐姐费心，小倩从未觉得受到了委屈，如此款待，小倩真的受不起。
好吧，那你好好休息，我还有事，就不打扰了。不识好歹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。我真是想不明白，师傅为什么会这么害怕血魔，还在这儿大张旗鼓地训练兵马。听说血魔在虎剑愁招兵买马，寻机要攻打黑风寨。哼，就凭他？以前我还以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跟他交过手之后，我才发现他也不过如此。一无谋略，二无野心，武功跟师傅比起来，那也差了一大截。就算让他聚集了乌合之众，那又能怎样呢？少主说的是，就凭主人的威望，少主的武功，那个血魔来了就是以卵击石，自讨苦吃。来。少主，我的属下来报，说宁采臣找到了。哦，在哪里？他已经回到了宁家，并且跟他回去的还有聂小倩。哎呀，我还听说，他和聂小倩就要成亲了，就等他母亲点头了。我是担心呢，这宁采臣和聂小倩如果成了亲，过上了小日子，再生个孩子，那么找剑的事，可真的就遥遥无期了。姥姥说得对，姥姥一向足智多谋，既然想到了这一点，那应该有解决的办法了。自古温柔乡，磨灭英雄志，只有激起了一个人的仇恨，才能奋起反抗。我觉得，只有让宁采臣对黑风寨恨之入骨，他才会想报仇。为了报仇，他必然要去找神剑。那么，他找到神剑以后，我们就从一个凡夫俗子的手里夺回宝剑，岂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？不愧是姥姥呀，够狠，够毒。那我们如何让宁采臣对黑风寨恨之入骨呢？让他最爱的人死在他的面前。姥姥，这个办法，我觉得行不通。宁采臣一介凡夫俗子，他怎么可能找得到神剑呢？聂小倩在他身边可以事半功倍，这个人暂时还不能杀。我说的不是聂小倩，是另外一个人。谁？宁夫人。娘，您慢点儿。月容啊，这几天可把你累着了。哎呀，你这忙前忙后的，让娘这心里啊特别不安生。咱们一会儿去郎中那，让他呀好好给你瞧瞧。好，好让我呀早点抱孙子。娘，来，小心点儿。哎，宁伯母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跟娘要去看大夫，要不要带你一程啊？娘让我去看大夫，是为了宁家传宗接代。你也要去吗？我哪儿都不想去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前几天我在附近看到了叶子妖出没，恐怕树妖姥姥已经盯上了宁府。我是担心你们出门会有危险。这个倒不用你操心，就算树妖姥姥盯上宁府，也是冲着你来的，与我们何干？话虽如此，可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。我当然会小心，但如果娘真的遇到什么不测，也是拜你所赐。你说的都对，所以让我和你们一起去，也好有个照应啊。不必了，几个叶子妖我还对付得了，你不要以为只有你才可以保护宁府。
就算你再凡是强出头，再努力，宁家少奶奶还是我。撤！来，客官，你看看。小子，这个不行。娘子，娘子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没摔着吧？小倩，啊，来人呐！小倩，来人呐！小倩，小倩，小倩。